Welcome to Gagan at Louis Vuitton。當奢侈品巨頭 LV 遇上印度傳奇魔幻廚神 Gagan Anand， 會係點樣嘅呢？仲有曾經被網紅捧到紅極一時嘅 Sogo Omakase， 又值唔值得體驗？今日帶大家用第一視角，一次過沉浸式開箱曼谷兩大美食。首先，我哋講下點去先啦。喺曼谷咁塞車嘅城市，搭 BTS 出行係最方便又平嘅最佳選擇，又唔使同陌生嘅司機共處，感覺都安全啲。LV The Place Bangkok 位於市中心 Gason Amarine 商場 ，BTS 出龍站2號出口就係啦。佢係東南亞首座概念店，包括展覽、商店、cafe 同米芝蓮餐廳。呢間 Le Cafe 營業時間係早上10點到晚上8點，最好1個月之前就官網預約啦，現場排隊就要睇運氣啦。我係因為預約唔到，所以把心一橫訂餐廳嚟個整體體驗嘅。咁當然都要順便預約埋呢個免費入場嘅沉浸式展覽 Louis Vuitton Visionary Journey 啦。呢一條由96個經典 LV 行李箱堆疊而成嘅半圓拱形隧道，結合咗光影熒幕，似唔似一條時光隧道，帶我哋進入 LV 嘅工藝宇宙啊！Origins 展出咗 LV 上世紀各類型嘅作品，有為探險家而設嘅帆布床，有為大文豪而設嘅打字機，仲有19世紀末嘅經典硬箱，類型真係多到超乎想象。陳列喺透明膠囊裏面嘅係品牌歷史上著名嘅手袋款，呢個 Iconic Bags 展區就係向佢哋致敬。有冇一啲勾起你嘅回憶同埋印象啊？ Collaboration 就係展示 LV 同唔同藝術大師合作嘅經典限量單品。最後每位參觀嘅人都可以獲贈一份 souvenir。喺呢度我就抽到一盒鉛筆。參觀完之後就夠鐘食晏啦。Gagan at Louis Vuitton係2026年亞洲50最佳餐廳嘅第8名，屬於米芝蓮指南推薦餐廳。餐廳主打創意分子料理 Fine Dining， 套餐嘅菜式係會隨季節變換，主要環繞5個 S：Sweet、Sour、Salt、Spicy and Surprise， 即係甜、酸、鹹、辣同埋驚喜。分別用4道頭盤、3道主菜同2味甜品呈現喺食客面前。未開餐之前，我哋睇下餐廳設計。為咗平衡復古行李箱堆疊而成咁有稜角嘅金字塔，餐廳請意大利著名設計雙人組合 Giada and Oro 打造咗呢2件琥珀色大型樹枝雕塑藝術品，平衡返去。而整間餐廳只有30個座位，用嘅係意大利大理石餐台，而台墊、餐巾同埋食具嗰方面全部都印有品牌 logo， 有冇一種朝聖嘅感覺啊？而女士們如果怕凍，餐廳亦都會提供披肩。而喺餐廳中央部分，用品牌嘅花紋做咗2層嘅架，擺放花卉、刀盒同埋呢個酒杯。咁我哋睇下有啲咩飲先啦。但係啱啱我哋去嗰日呢，就係泰國有呢個選舉活動，所以就唔賣呢個酒精飲品嘅。咁我哋就叫咗呢2杯無酒精嘅飲品，一杯係 Papillon 同埋一杯係 Cherry Cola。第一道菜叫做 Spring Explosion， 左邊嗰個白色類似蛋黃造型嘅係乳酪，右邊黑色花花係非常脆嘅皮底，上面類似海鹽嘅係一啲類似爆炸糖嘅東西。服務生幫我哋倒上去之後，直接一啖食晒。食物喺口裏邊炸開，混入 creamy 乳酪同埋脆片，口感非常複雜，但係又好好味。第二道菜叫做 Lick It Up，
與其話呢個係菜式嘅名，不如話係食呢道菜嘅方法。餐台上高完全冇刀叉，我哋點樣去食呢一杯扁踢踢嘅烘焙茶呢？就係舐咗佢咯。其實加根阿列佢曾經分享過，每一個人細個嘅時候一定會試過，因為食物太美味，忍唔住舐到乾乾淨淨。但係長大咗之後，我哋就唔會咁樣做。佢呢個嘅創作就係俾我哋回歸童年，釋放自我。按咗手指抹咗兩下食之後，我卒之都全部舐晒佢。第三道菜叫做 Well Met， 有3道世界各地嘅小食裝喺個特製嘅地球儀陶瓷器皿裏邊。打開之後，裏面分成3個區塊，融合咗世界各地嘅香料同法式、印度、泰式嘅料理手法，帶你用味蕾環遊世界。主廚每季都會更換餐單，令到食客保持新鮮感。我今次嘅食材就有鵝肝醬、魚生同埋冬陰功味嘅春卷，或者下次你嚟到嘅時候就會完全唔同晒。最後一道頭盤 In Bloom， 佢用太陽花嘅碟呈現喺你面前，廚師用魚子醬、食用花做成花蕊，全部攪勻之後一齊食，口感非常之咁豐富清新。進入主菜環節，第一道菜叫做 Through the Grapevine。呢一道用玻璃碟上嘅海鮮，加咗日本巨峰提子肉同用葡萄藤打嘅泡沫醬汁，又係一道好有驚喜嘅菜式。我冇辦法仔細形容佢嘅食材口感，喺網上高亦冇呢道食材嘅任何蹤影，只能夠話佢好能夠表達到春天嘅氣息。第二道主菜叫做 Smoked Shrimp。呢一道菜用燻煙咗嘅魚配上多種綠色草本香料打成嘅醬汁，整體好有春天萬物復甦嘅感覺。其實頭呢2道青青綠綠嘅主菜，我覺得佢主要都係要帶出春回大地嘅主題。喺上第3道主菜之前，服務生俾我哋揀牛扒刀。其實我哋食嘅主菜係雞卷嚟嘅。殺雞焉用牛刀？只不過 LV 係用全手工做嘅高端專屬牛扒刀，咁點都要 show 下 quality 啦，你話係咪？第3道菜叫做 Sando Up， 係一道好似法式糕點風味嘅雞肉卷。勁啲嘅地方係雞肉卷表面用分子料理技術印上 LV 最經典老花 monogram 嘅圖案，配上一根爽脆嘅白蘆筍，呢件簡直係藝術品啊！再加埋呢一嚿滲咗薰衣草做裝飾嘅熱辣辣、軟腍腍、充滿牛油香嘅 brioche， 服務生叫我哋染埋啲汁嚟食，哇！真係冇得頂，係好好味。最後2款名為 Saison 同埋 Forestier 嘅甜品，其實都係雪糕。一個係開心果雪糕，另外一個係米味嘅雪糕，都幾特別。Forestier 嘅造型非常之咁靚，而且個口感都好脆。最後餐廳送咗呢一個充滿視覺效果，又好睇又好食嘅士多啤梨雲呢拿芝士蛋糕俾我哋，為我哋呢一餐畫上完美嘅句號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下究竟呢一餐飯要食幾錢？總共係20585泰銖，或者係港幣4800蚊。我唔可以只係用個抵或者唔抵去形容呢一餐飯，因為呢一餐飯其實充滿住一個廚師嘅藝術家色彩。加根阿列總共攞過5次 Asia's 50 Best Restaurant 第1名。喺呢間餐廳可以食到佢嘅作品，再加埋 LV 嘅加持，我自己覺得係非常之咁值得嘗試嘅。而且喺菜式上高，佢都俾到我幾多嘅驚喜。如果你都有興趣去食嘅話，記得網上預約，因為佢哋唔會接受 walk in 嘅。
第二間要講嘅日本餐廳 Soko 喺 BTS 站沙蘭鋪4號出口，步行2分鐘就到。佢嘅門面正正常常，但事先講明我呢個食評係有啲負面嘅。之前喺曼谷食過神田壽司嘅 Omakase，感覺非常良好。咁今次見 Soko 嘅評分高達4.7分，就嚟試下啦。結果大失所望。先講結論，其實而家啲 yen 匯率咁低，唔使諗啦，去日本食啦。一嚟就冇話咩開胃前菜噶啦，即刻就上呢個石斑魚同油甘魚嘅刺身拼盤，有魚子醬同埋金箔做裝飾。記住呢2樣嘢不斷都會出現。跟住第二味係蝦刺身，要個食客喺個高台上高咁樣自己攞嘢落嚟食，係咪有少少奇怪啊？不過算啦，你再睇下，繼續都係魚子醬同埋呢個金箔做裝飾。第3道係金雕壽司，第4道同埋第5道都係油甘魚壽司。分別在於有冇魚子醬，但係你哋有冇留意到啊？佢嘅醬汁真係多到嚇死人。第6道係赤身吞拿魚壽司，呢度仲送埋個魚鱗俾我，大佬呢個點搞啊？第7道係拖羅壽司。你加埋啲魚子醬金箔喺上面都冇所謂啦，啲醬汁仲滴到我手上高都有。哇，大佬你仲噴埋一大堆咁嘅金粉，唉，你搞咩啊？究竟搞到我成手都係金粉。喂，大佬你嗰4.7分究竟點樣攞返嚟㗎？玩完金粉，佢今次玩火。第8道係隻燒吞拿壽司，佢啲魚都係差唔多打孖上嘅。但係呢一個隻燒吞拿壽司，佢連壽司嘅基本功都未曾做得好，壽司飯跌咗出嚟，嚿壽司飯又有麻油又有紫菜，唉，飽咁搞。第9道係吞拿魚海膽壽司，除咗熟口熟面魚子醬同金箔之外，仲有個氣泡煙幕嘅視覺效果。雖然我唔係咁識欣賞，但係重點係海膽唔係咁新鮮，吞拿魚又好一般。所以就算個視覺效果做得幾靚都好，都無補於事啊。第10道係紫菜鰻魚壽司，除咗紫菜唔係咁得之外，呢件壽司都算係幾正常噶啦。又嚟玩火嘅係第11道隻燒帶子壽司，佢仲加埋飯素紫菜，完全掩蓋帶子嘅鮮味。第12道係隻燒完全冇牛味嘅牛肉壽司，佢仲加埋金箔魚子醬同一大堆嘅醬汁，唉，嘥晒我食嘢嘅 quota。第13道係炸天婦羅，究竟係咩嘢嚟嘅呢？我已經忘記咗啦，但我覺得唔食都冇乜損失嘅。第14道係充滿泰國風味嘅味精湯，最後3味係甜品。包括布甸、雪糕同埋蛋糕，味道冇乜特別，我就唔再詳細講啦。咁呢一餐究竟食咗幾多錢呢？就係6507匹，為港紙大概1500蚊左右，抵唔抵食見仁見智。但係我就一定唔會再幫襯，亦都唔會推介人去幫襯。今集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喺熒幕面前有得睇冇得食嘅你收睇我呢個分享。記得幫我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呢條片，真油嘆世界，我哋下集見啦！